续来看，民进党的前立委高嘉瑜，这届选立委是来当这个落选，伊日前来表态，2026年挑战到台北市长是伊的目标。今仔日伊嘛出面向民进党来发话，讲希望下当有机会，伫个艰难的选区为民进党来拼下一色。台北市长蒋万安针对着高嘉瑜未来可能会将做伊继续选市长的对手，是祝福着高嘉瑜会当得到民进党的提名。那民众党方面咧，可能也是会派出着黄珊珊来参选，也就是讲2年后的台北市长的选战，可能阁是三卡都的这个局面。他们家的这个小朋友，听到嘉瑜姐姐落选之后，都非常的伤心，还大哭说怕以后听不到我的歌声。我不能停止让小朋友这个开心，也不能停止让小朋友听到我唱歌。讲未来也会继续唱歌给大家听。2024年连任立委失败的高嘉瑜，这个月有留后尾。之前更加讲会参加2026年县市长的大选，敢讲是要参选台北市长。民进党有没有可能给我这个机会去争取，或者是去为民进党来去努力在艰困的选区来去赢得一席。那当然我都会努力的去做。现在的蒋万安市长其实也是让大家觉得比较保守，比较一成不变的。新任纠权伫党中央下，一切搁互党中央布局规划。嘛讲这人选无讲一定爱是家己，因为党内这个人的支持度嘛真高。我现在的身份是民进党团的干事长，每一天都全力以赴，我心无旁骛，国会的事情焦头烂额。同款红点名的民进党立委吴思瑶，因过伊伫陈市长参选台北市长的期间，都担任伊的竞选总干事。这边出任大清朝副山干部提下胜利。2016年台北市选战有可能会出现三卡都的局面。民进党的方面，除了高嘉瑜、吴思瑶，内政部长林佑昌嘛有可能是人选之一。顶摆对着蒋万安的立委黄珊珊，这边嘛有真悬的几率，搁在挑战台北市长。不清楚高委员在接下来他参选的事务，但我都祝福他获得民党的提名。好吗？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我要坐哪里？2026年也阁有年外时间。高嘉瑜未来举动，唔来影响党内，嘛互台北市长的选情渐渐铺上台面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